大家識唱可以一齊唱喎，好唔好啊？可唔可以電筒㗎？但大家要拍片。電筒係啊，尋晚手機係喎。哇！係啊，舊下有電筒好靚啊。都可以㗎，拍片都可以照開閃光燈。係啊，可以照開閃燈㗎。要一齊唱喎。誰得到了便努力放下，誰又說過我們仍然有分假？委屈也懶得驚訝，每次錯失總有後話。可心的欺詐，估不到最大會重發，大了會變化。可放棄是真話，現實總有代價。是有用計劃，就算這個世界難分真假。誘惑得優雅，可怎麼的可怕？你怕他，如無會忽然弱智，相信自己一次無故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，想起並不刻意，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有無求錯自知，只得到了意，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有時，我就放肆。會呼吸一切都未算遲。經驗都經過，辛不辛苦都要過關。不敢上高，給他稱讚，每次進退還是太慢。難道誰追錯個人性亦有賺？誰又說慣要過就為了生產？一想到貴價真可怕，失意被説散，願望會忽然弱智，相信自己一次無故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，想你明一刻亦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無意思，內心有無靠出自知，是得有意義，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有時在着我就放肆，不好意思。相信自己一次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，想你明不刻意沒有面子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有心有無求才自恃，只得有意義，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，我就放肆，期望會忽然弱智，相信自己一次無故無慮講實事，明白了不如下次。最初不經意換作成真不在意，開心得吃力沒意思，再自恃，笑得有意義，哭得不羞恥，相信這樣做事，才在我就放肆，不好意思，每呼吸一切都未算遲。今日係 Paula 4週年嘅慶祝日子啦，其實真係在場有咁多位 fans 同大家慶祝生日係非常之難得嘅。咁咧商場亦都知道今日係一個咁特別嘅日子，所以特登預備咗一張生日卡。今日咧在場有過千名嘅朋友咧，佢哋每一位入場嘅 fans 咧都有喺呢張生日卡呢度咧係簽咗名㗎。咁咧，而家我哋就有請活動嘅主辦 MCP 新都城中心嘅代表，恒基地產集團租務二部總經理陳德明先生 Terence。